说夏天呐、我说热天，嘿，伊个袂讲夏天哦，老师讲热天真合理哦。对啊对啊，虽然暑假讲休热啊，热天休热哎，老师来卡回来，我说冬天呐、刮天，嘿，我说毛毛雨啊，我讲无啊好，不，海口你还考球呢？到倒位，得倒的啦，到倒位，那就无好咧。为啥伊就是遮好讲啊？我就签毛雨，遮困难呢。问啊好啦，问啊好啊，咱讲雨濕啊，好濕啊，係講濕啊雨，哎啊雨秋，因為雨袂講足大啦，啊濕的爾，濕啊雨秋哎，我說毛毛雨啊，我講30號，我說傍晚，傍晚，我唔是叫你對我念啦。阿布，我說傍晚呐、安珠先生，你甲我讲一下。你是傍晚，傍晚是台語啊？傍晚你安怎講？日頭你要有山有無？兩字、三字、暗頭啊，對吧？一個票來，傍晚有另外講法。暗頭啊，因為是下暗的較頭前，所以叫暗頭啊。啊，另外一種是講馬暗啊。哎，馬暗啊，我聽過吼，馬暗啊，暗頭啊安尼嘿。暗頭啊，啊，有一種較嘛是有人講，不過較少聽的軟波。哇，軟波因為迄日頭吼到下晡到，迄個尾暗啊，遮已經日頭較無啊，較無遐猛啊，所以講叫軟波。軟嘿，冷的冷，對，軟波安尼。較咩是較嚴的意思嘛？嘿啊，日頭請贏贏，雖然顧性命，毋過若到黃昏的時陣就軟去啊，軟波安尼。啊，若講夕陽咧，夕陽無限好，只是近見黃昏啊，所以夕陽甲夕陽，你剛才讀用念的，你讀文字較用得對啦，吼。夕陽，嘿，我說傍晚啊，我講暗頭啊，水啦過來，我說彩虹啊，我講彩虹，我講來採雞啊，彩虹，媽媽講是彩虹，彩虹其實講一字爾，台語一字爾。弟弟嗎？誒，我知傾，哈無聽過咧，傾，傾，迄個落雨過了後出傾，啊出傾，出傾，唔是出勤啊，出勤是去上班。傾啊，你就要出傾啊你。碰個別人想，你，哦，這個真簡單，我哪會曉？傾哦，哦，所以是講一字，講一字這是一種糖紅嗎？，彩虹的紅啊，一個文音，一個白音啊。傾，所以文音是紅，白音是傾。對，傾是白音，彩虹即較文啊，即個紅就文音。我是了解了，所以這讀做白話讀做傾，傾啊，出傾的這個傾，來同學傾，好，來卡落去咧。嘿，我說梅雨啊，我講5月好，你講敢會知哦，老師頂解有教過，哦夢境雨，哦，夢境好，哦， 4月夢景雨，6月火燒波。哦，哇，老師頂解有教過，夢景雨會使講啦，另外講一種叫黃霜雨。你有注意啊？伊迄個梅雨季節在出產生什麼啊？什麼呀？哦，啊，毋過伊落雨啊，袂講足大，無像西北雨咧上大雨，噼噼啪啪。哦，啊，黃霜啦，像即哦擺囡仔營養真好，像阮細漢時，攏講吼，這營養也無好講，這個囡仔啦，黃霜湯，嘿，黃霜。哦，所以伊講迄種雨袂講足大安尼啦。了解，我說銀河啊，我袂曉，講銀河，銀河，銀河，差點啊，差點啊。我說銀河啊，我講銀河，
一个英河，一个英下。无你中和来者，中和，中和。因为这银河是伫天顶啊，对，就像咱你看咱下骹才有三条河安尼共款，啊，伊是伫天顶啊，所以咱甲叫做天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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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较好听啦。所以爆破帮内底一句“天河用线做桥帮”。哎呀，伊意思讲天好了后，但是用天好来做代替的音。了解，了解，哇，